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国际新闻，讲到这个伊朗呢，又搁在发生一个少女可能是违反包头巾的规定，伫地铁站内面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，而且滚倒。这代志发生到今已经是3礼拜了。国营媒体也报道讲，这个少女已经昏迷脑死啊。伊朗国营媒体日前报道，这个月初伫地铁倒落去的16岁少女格拉凡已经脑死。根据现场的人甲活动人士指控，道德警察因为伊无戴头巾来拍伊。不过当局讲，格拉凡本来就健康有状况，是家己昏倒。格拉凡的爸母甲活动人士迄时阵，拢无马上证实伊的情形。من خودم قشنگ تصاویر رو دیدم که مثلا چجوری افتاده چجوری بچه آوردن 根据伊朗当局公布的监视器画面，格拉凡伫月台等车时阵无戴头巾，列车到位，伊甲2个查某囡仔行入车厢，无偌久，一个查某退出到月台，身体向车厢弯腰，甩气甲其他乘客斗阵，将昏倒的格拉凡赶出来。格拉凡送医时阵情形无乐观，佮有大批警力就伫病院。活动人士表示，格拉凡的爸母被要求不准伫社群媒体打文，不准甲活动人士讲话。当局无公布车厢内甲车站入口的监视画面。这代志，互目前议员因为过身的库特族女子艾米尼，常常有动乱的伊朗更较敏感。艾米尼捌被讲戴头巾的方式无符合规定，而且被掠拘留期间死亡，了后引起全国反政府示威。伊朗政府操残顶下个逮捕示威者，引起国际批评。格拉凡脑死消息是毋是亲像艾米尼死亡引起的全国示威，还阁观察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